Hello，大家好，咁歡迎嚟到我哋呢個戀愛拍賣會嘅。咁喺呢一度咧，愛情就唔係淨係講緣分，仲要考你哋眼光同埋策略嘅。咁點考大家嘅眼光同埋策略呢？遊戲規則好簡單，我哋準備咗18樣理想伴侶嘅特質，每個玩家都可以挑選3個理想男友嘅特質，每人手上有2000個 tokens 去競投呢啲特質，投到自己想要嘅特質就有300分，投到其他特質就會有100分，最後最多分嘅朋友就會贏出呢個戀愛拍賣會。但係小心啊，我哋當中會有4張功能牌同埋特殊事件牌收埋喺入邊，呢啲牌隨時可以顛覆成個拍賣會嘅結果。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挑選自己想要嘅特質啦！係公認靚仔，咁但係你哋覺得其實顏值喺呢個愛情裏面嘅佔比大唔大咧？其實我覺得第一眼睇順眼就夠噶啦。公認靚仔咪好易俾人，即係有好多人會及咯，咁咪好冇安全感。咁安全感的確就真係好重要嘅。好，咁我哋不如就開始咯，準備開始叫價啦。底價係50個 tokens 嘅，3、2、1，係真係冇人揀噶喎。我舉一揀， Lori 係50個 token，係50。好，幾多個？喂 James 係100啦。好，100一次，係100田中85，推下價先。Lori 200，仲有冇200？200一次，200兩次，200三次成交。嗱，好，恭喜晒。就將呢個理想我咪要攞攞錢出嚟㗎？你而家係啊，你要俾錢噶。好精微啊靚仔嘅特質咧，就送咗俾 Lori 先啦。好，咁咧就不如我哋嚟第2個拍賣嘅特質咯，好唔好啊？好，等我哋望下先。哇，好啊！拿手嘅廚藝通常都係講緊話咩？拿捏到對方嘅心咧，就係要拿捏到對方嘅胃先嘅。拿手廚藝都要睇下願唔願意為你煮嘅。你好似有啲經歷喎。我冇啊，我冇啊，我嘅另一半係拿手嘅廚藝嘅。咁佢會煮啲咩啊？平時會煮啊，日式嘅菜式啦，最拿手可能一定出前一丁，出前一丁我煮嘅，可能煮一啲日式便當啦。好啦，咁不如我哋睇下究竟邊個想要呢個拿手廚藝啦？咁樣有冇人？哦，50、100、150、新年200、250、 300啊？咁唔要啦，唔要啦。 300。有冇人跟？新年300一次，新年300兩次，新年300三次，成交。係，恭喜晒新年啊！好啦，咁我哋嚟到第3個咧，呢個理想伴侶嘅特質啦。第3個，哇，社交自由啊，呢個緊要啊，呢個。好啦，咁我哋又嚟啦。究竟邊一個第一個咧？好，Timmy 50，James 100、85、200、250、 300 300。唔要啦。好，300一次，300兩次，350。呢個有你唔好再投啦，你哋400，好，400一次，好平喎，400， 400啫喎，想搞事啊400 啫喎，好，田中450，450一次300分㗎啦，300分㗎啦。就俾佢要，450兩次，俾我要冇啦，啦我求好下你哋啊。 ，450三次成交。好嘢，就送咗俾佢啦。咁好啦，我哋不如就事不宜遲，又嚟到第4個呢一個理想伴侶嘅特質。好，感情忠誠啊，哦，咁我諗忠誠應該大家都想要嘅，我諗基本係咪啊啦。？咁但係如果假設佢感情係忠誠，但係肉體唔忠誠咧，即係出櫃咧，肉體上面嘅出櫃。咁呢個要溝通咯，要溝通嘅。要溝通係啊。好啦，咁我哋就不如睇下緊佢會唔會去 bid 呢一個特質。咁我哋不如3之後就開始啦。3、2、1，好，Timmy 50、新怡100、 85、200、250、250一次，250兩次，300、誒，新怡300 Timmy 先350 Jim 400。 450、我搞下事嘅啫， 450一次我又搞下事。 ，500、點知投中咗？投中咗唔好再投先。咁就投中咗啦。 500兩次，500三次成交。好啦，恭喜晒。 Lori 就得到第4個拍賣品啦。咁我哋頭先有講過咧，就有啲特別嘅功能牌嘅喎。咁咧而家咧，佢好榮幸咧就得到咧第1個功能牌啦。咁個咧就係天使之眼。
好，咁咧咩嚟㗎？嗱，咁咧你就會知道啦，其他人就唔會知㗎。冇錯，你要用嘅時候隨時話俾我哋知就可以噶啦。咁咧，我哋第5個拍賣品咧就係高學歷，咁我不如嗱3秒開始啦，3、2、1， 50、 50， 100咯。新年100， 85、151次，佢哋兩個成日爭嘢嘅。佢唔係即係其實唔想要，純粹唔抵得對方咁平。 153次。咁啊，Timmy 成功拎到呢一個高學歷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拍埋一個咧，我相信我哋呢個圈子裏面係非常之重要嘅特質。咁樣好，姓氏合拍。哇係啦，咁即係哇，做咩笑得咁開心嘅 Lori 你？我咪可以隨時發動我功能牌㗎啦。係啊。我而家要發動我嘅天使之眼。好，咁咧就有請其他4位嘅參加者咧合埋你哋隻眼先。好，咁啊有請 Lori 咧，唔該你揀一個你想睇嘅人嘅嗰塊板，話俾我哋知。好啦，咁咧大家可以開翻眼啦，可以啦，可以啦。記得噶啦嘛。唔記得可以唔記得嘅，係啊，好啊可以唔記得嘅。我都幾肯定佢唔記得。係我都覺係好，咁我哋翻嚟咯咁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又開始啦。咁我3秒之後就開始，3、2、1。好，Timmy 50， 51次 ，James 100， 101次，咁內斂嘅你哋。 102次。我由頭啦。好，Lori 85， 851次，James 200，我再舉你舉唔舉啊？ ，200， 250， 300，再舉你舉唔舉啊？唔得。 301次302次，咦，350， 350， 351次，戰鬥啦！ 400，哇！ 401次，402次兩次喎， ，450，嗱，451次加多啲啊，加多啲。喂， ，452次你有本事㗎。 ，453，誒500次，係嗱節奏要快啲啦吓，501次，502次，503次，好，成交。跟住落嚟咧就係係袒露性史啊，將佢嘅一啲性嘅經驗咧，可能要袒露出嚟啊。我覺得唔太重要喎，因為過去嘅嘢就係過咗去啦嘛，即係佢無論發生嗰啲咩都同而家唔關事，所以就都唔會必嘅。睇下大家必唔必。你會唔會好奇咧？佢以前玩過啲乜嘢㗎？佢唔講我都覺得 OK 嘅，佢想講咪講咯，唔講我都唔會逼佢講嘅，因為最緊要係互相尊重啊嘛。咁我哋就開始啦。究竟邊個想要呢一個咁重要嘅？袒露性史，誒50，Timmy 50，你可能50蚊就51次就投到啦。 52次，唔抵得佢咁平喎。 53，但係我冇錢啊田中100，做得好。我而家出警告啊，唔好成日都咁遲啊！田中1次100， 100，田中2次，田中喂3次，係應該要㗎呢樣嘢，真係好緊要㗎呢樣嘢。啱啊，真係好緊要啊！其實我覺得好無謂嘅呢樣嘢，我已經投咗翻嚟。我想問下你，你唔係啱啱講話你好即係好唔係保守嗰啲好叫咩啊？好小心謹慎嘅咩？ 100就100，其實我係咩嘅，即係咩我覺得好無謂嘅呢樣嘢。其實我完全覺得唔重要，但係咧我又覺得，咦佢50蚊啫喎，咁啊不如搭下雞棚啦咁樣。咁然後咧下一秒我覺得啊唔係喎，如果100蚊投到都好喎。其實但係我上一次我先至啱啱先正話，我哋唔可以因為咗贏呢個比賽，所以投啲無謂嘢翻嚟。我而家就即刻打。你而家 profile set 到好野性啊！你而家啲係咪就係嗰啲即係啊？我成日話自己會好小心，但就即刻唔小心咗嗰啲。我唔知，我就係因為為咗一個獎，可能我為咗太想要個獎品，我而家出賣咗自己嘅但係咧，你真係有獎啊！你知唔知啊？係咪？係啊，真係㗎。最佢係有一個獎嘅，係啊，咁咧就係會有個突發事件發生。好嘢！係啦，咁嗰個事件就係話，哦，如果個另一半同你講咧，佢其實係 HIV plus 嘅。嗯HIV 就唔係代表佢有愛滋病，佢純粹就係話佢有個病毒啫喎。嗯哼，咁你諗下，你嗰下會唔會繼續同佢即係繼續落去呢段關係咧？我會啊。會嘅。如果本身係冇問題嘅話，我 OK。係啊，你嘅本身係你嘅意思係即係本身我哋係冇感情上嘅問題，我哋本身感情係 OK 嘅話，呢個樣嘢係唔係一個阻礙？即係如果可能係佢去到你個關係嘅中間先可以同你講，其實你會唔會介意咧？都 OK。
即係我覺得如果佢本身同我一齊咁樣，即係睇下一齊幾耐啦。如果可能我話我一齊咗成10年，你先同我講，咁我會有啲介意。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我同佢拍咗拖1年啊，或者半年啊、2年咁上下嗰啲時間咧，佢同我講我係 OK，因為我都明白如果假設佢同我一齊嗰陣時，佢係有即係 HIV 啦咁樣嘅時候，咁佢可能都好難去開頭嗰陣時就同人哋講呢件事。咁如果我全部都一開頭都一定要講，其實我都幾難去揾到一個人去即刻可以接受我。咁我願意，即係我接受到佢，因為呢樣嘢，所以就欺騙我咁樣咯。但係你會唔會驚就譬如話可能你話1年啊，就算你當半年啊，咁但可能你半年嗰個時間裏面，你都會同佢可能會有即係性關係㗎嘛。嗱，首先如果佢真係咁同我講嘅時候，我一定就會了解佢有冇食藥啦，有冇就醫啦，係啦，我哋即係好好嘅要宣傳一下，我哋就要及時就醫，係啦。咁如果佢係冇嘅話咧，咁其實我係會譴責佢嘅。咁你明知道自己有，但係你係冇去就醫。咁但係如果佢有嘅話，基本上我哋都清楚知道，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定時食藥，其實可能係同普通人係冇乜分別嘅生活上。咁然後同埋我咧，基本上咧係唔會咁容易同人哋有呢個非安全性行為嘅。咁所以其實係我覺得冇乜擔心，即係擔心。同埋我想即係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哋經常性咧，可能就會覺得 HIV 即係 positive 嘅人，咁可能話佢會唔會同佢一齊好危險咁樣？咁首先第一，如果你有食藥嘅話咧，基本上係同普通人係冇分別咁樣啦。第二就係其實就算你同一個冇 HIV positive 嘅人，其實你都唔知佢幾時隨時有機會去感染到。咁亦都可能佢亦都有機會係冇同你講嘅。咁其實，但係如果有一個本身已經係positive 咗，跟住就有去食藥嘅話咧，其實相對地咧係某程度上係更安全嘅。所以其實呢樣嘢其實係冇一個確切安全同唔安全，係啦。最緊要係你哋溝通同埋保護好自己。咁咧其實係講得好啱嘅，我係即係有呢個 HIV 咧，就唔代表你一定會傳染嘅。因為咧 U 就等於 U 啦。咁其實你哋知唔知咩 U 等於 U 㗎？我知 undetectable 等於 untransmittable。哇，好優秀，犀利！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檢測唔到咧，就係冇呢個傳播嘅風險嘅咁樣。咁又不如咁講啦，調翻轉，如果你哋係呢個 HIV positive 啦，咁你哋喺交友 app 遇到一個好啱嘅對象嘅時候，你又會唔會同佢講話其實我係 HIV positive 嘅咧？我會主動講喎，我會呢件事，因為其實都係一個病嚟噶嘛，咁對方係即係有知情權係要知嘅。咁如果我講完俾佢聽，佢覺得唔 OK 嘅話，我覺得可能係價值觀嘅問題，或者佢可能對呢方面嘅資訊可能唔夠咯。咁可能會話俾佢聽 U 等於 U 啊，或者其實又唔係真係現實中大家聽到咁恐怖咯呢件事。或者我會喺啲好必須要嘅情況就會同佢講咯，即係例如你已經覺得好啱我呢個好啱心水，我真係好想同佢一齊，咁就會喺表白真係ask for 喂我哋不如一齊咯嗰啲情況時候就會孖住一齊講咯，即係個效應就係 OK 你而家agree 緊嘅唔係淨止一段關係，而係agree 埋我嘅另外一個身份。我都覺得我會有個責任係要俾佢知咯，但係就唔會一開始同佢講，咁如果唔係就變到好似成個關係就建立咗喺佢接唔接受我有 HIV 咁樣。咁如果調翻轉咧，對方一識到你就即刻講佢係我覺得就冇所謂，U 等於 U 嘛，咁只要佢有食足藥，我有睇開醫生咁，我冇所謂。聽咗咁多 HIV 嘅資訊之後，我哋翻去拍賣會先。第8個拍賣特質十分有錢，係由 Timmy 投得，並得到技能牌冷戰高手。第9個拍賣特質身材健碩，係由 James 投得。第10個拍賣特質製造浪漫，就由 Laurie 投得。去到呢一度已經投咗10個特質，5位參賽者都已經用咗唔少 tokens。我哋就準備咗4個另類特質，睇下佢哋接唔接受到另一半有呢啲另類特質啦。如果接受到，佢哋就會有額外嘅 token 送俾佢哋。而家落嚟咧，我哋會有4樣咧，相對冇咁討好嘅特質啦，咁樣。咁我想大家討論下，睇下你哋覺得有冇邊一樣嘢你可以接受到咧，亦都可以冇嘅咁講，係啦。咁有啲咩咧？包括就係有超級媽寶啦、控制狂啦、冇時間觀念啦，同埋推卸責任嘅。
即係爛蘋果裏邊揀個冇咁爛嘅可以。我覺得冇時間觀念咯，應該係比較容易即係如果遲接受2個鐘都冇所謂。我都 OK 嘅，唔去咯。佢遲2個鐘，我咪遲翻2個鐘咯。平時我啲 friend 都係咁樣，遲到都係遲2個鐘，我就約2點，我就4點早。佢約2點，我咪4點先到咯。係啊，哦，但預互相預判大家嘅預判。係我預判你嘅預判。佢會唔會到最後6點先到？ 6點先到。但我覺得如果即係其他嗰啲就真係接受唔到，因為冇時間觀念，佢可能用其他嘢可以彌補到你嘛，即係可能車食飯或者氹下你都好啦。咁但係你話推卸責任呢啲咧，可能相對上嘅事件會比較大件事啲，我覺得。控制狂咧，控制狂真係搞唔掂。咁你又唔講？ check 住電話，我如果真係要揀一個嘅話，就係超級孖寶咯。點解咧？因為我自己都已經係一個少時間觀念嘅人。我以為你話你係孖寶添，佢自己就係嗰個唔係或者咁講啦，冇時間觀念嘅人啊嘛即係我對時間觀念就係只要人喺度，件事喺度，我哋就可以做到噶啦。即係我係呢一款，即係我覺得譬如你遲咗唔緊要啦，我哋照去睇第二套戲都得㗎。你遲咗食飯，我最多都係餓一陣啫嘛。最多都係嬲啫嘛。好啦，咁我哋不如逐個揀啦，而家。我揀冇時間觀念啦，最好就配超級有錢啦。冇時間觀念嘅田中係揀。好，Lori 咧，我都要配超級有錢啦，咁樣超級孖寶啊。超級孖寶嘅。媽咪超級有錢。好，James 冇時間觀念，我唔冇使配時間觀10念。好，我係4個唔要都得噶嘛，唔一定係啊係咯，我4個都唔要，變態佢哋。好，阿 Timmy 係4個都唔要嘅，咁樣好，Sunny 咧。都盡量好啦，4個就。 OK，咁啊頭先咧，你哋即係有啲人就揀咗一啲都接受到一啲另類嘅特質啦，咁有啲啊有啲啊覺得我真係接受唔到啦咁樣。不過咧，我哋戀愛裏邊咧，人係冇完美嘅，就唔會好似我咁完美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咧有揀到嘅咧，我哋都會有額外嘅 token 咧送翻俾你嘅咁樣。執到寶啊，真係。係啦，咁咧例如咧，如果你頭先揀咗冇時間觀念嘅 James 同埋田中咧，就會拎到150個 token 嘅。咁而 Lori 係揀咗超級孖寶啦，佢係可以拎到450個 token 嘅咁樣。Timmy 同 Sunny 咧就冇揀到特質啦，咁所以咧就恭喜你哋啊！你哋信封應該都係吉嘅咁樣。跟住第11個拍賣特質就係床事持久，不過竟然冇人有興趣，流標收場。而第12個拍賣特質溫柔體貼，就由Sunny投得，仲獲贈咗優先拍賣權嘅功能牌。好啦，咁嚟到第13張啊好，呢個係私人空間， ，Me Time 要有 me time。係啦，有冇人覺得係好重要嘅？喂，我覺得冇 me time 真係可以收工先咯，其實真啊，真係都唔知點樣一齊。不過睇下佢哋要唔要啦。係啦好啦，好3、2、1，開始。好，Timmy 50、 100咯。 100、100一次，85、 85一次，85兩次James 200啦，200 ，200兩次，203次。好，James 200成交。我懷疑佢其實都係嚟抬價嘅，其實係佢個表情係嚟抬價嘅，佢應該係睇下佢最後究竟係咪真係想要呢個特質先。冇錯。好啦，跟住落嚟嗰個咧，我就覺得幾好嘅，即係幾重。喂，呢個咧好重要，我想講支持追夢啊，係咯，佢可以支持你去追夢啊。即係如果佢話你個伴侶話我而家要去做，即係即係去全民造星，要唱歌啦咁樣。我會叫佢不如休息下先啦，可以收工先啦，你可以收工啦咁樣。咁睇下大家需唔需要呢樣嘢啦？咁樣好，3、2、1，開始。Sunny 50，James 100，田中中85 85一次我知你做緊咩？一次200哎呀，好250賤啊！你哋，Lori 300田中300一次350 350 400 400一次電話投注。 450 500 550 600 600 650 600 700一次750 800 900 850 850 900 900一次900兩次900 3次成交。好激烈啊！你呢個支持追夢。咁同埋咧，除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好似仲有多樣嘢嘅喎，係啦，咁咧佢會拎到呢張道具卡，叫做橫刀奪愛，好啱佢今日。好啱佢啊！呢一樣嘢橫刀奪愛真係好啱佢。哦，咁你哋如果有功能卡要用啊，隨時話俾我聽要用。係啦，Sunny 咧要用呢個上進心。 Sunny 咧係想拎呢個優先拍賣權出嚟咧，優先去拍賣呢個有上進心嘅咁樣。好，咁咧我哋而家就拎出嚟啦。係啦，佢需要有上進心嘅，即係唔要躺平族。係啦，
好，咁啊，有上進心，我哋就開始拍賣咯喎。3、2、1，50， 100千啦，直接哦1000，佢直接係1000啦，咁樣。係啊，直接1000。 1050，千二一次1250， ，1250一次，佢冇㗎啦。 1250兩次， 1300， 1300一次，1300兩次，1300三次，成交，恭喜晒！哇，突然之間好激烈啊！佢哋係啊，因為冇咩，已經冇咩 item 上，佢哋就開始街市收鋪之前要撈晒啲貨先。揮霍。係啦，咁咧我哋就會嚟到最後一個噶啦，咁樣情緒價值啊，呢一樣嘢係吓？吓咩意思？真係唔需要。佢冇需要噶情緒價值呢樣嘢。好嗱，情緒價值，我哋準備開始拍賣咯喎。要發動技能冷戰高手，係我要限制新李淨可以用300蚊去投呢一個。好 Timmy 咧發動咗冷戰高手啦，咁冷戰高手就可以限制住新年咧，只可以最高出到300蚊呢個價錢嘅啫。佢哋好似好有仇咁樣。係咯，其實佢哋可能係有啲私怨㗎，我 feel 到。好啦，咁3、2、1開始。 400， Jimmy 400， 400一次400兩次 ，James 500一次600， ，Timmy 600一次700 ，James 700一次你有幾多錢啊，James ？800， 700 900 ，Timmy James 900一次950， ，Jimmy 900一次，James 1050， 1200 1200，加多50應該夠錢， ，Timmy 1000 1300 1300一次。加多50， 1350一次，我懷疑佢冇錢啊，其實。我數一數先，我覺得你數下你有冇錢先1350同埋兩次，1350 1400 1400一次點解會有1000？加多50， ，1450一次，1450兩次，1453次成交。好，咁啊，恭喜 Timmy 咧就 bid 到呢一個情緒價值啊，最後一件啊，咁樣。好啦，我哋拍晒啦。田中，你唔係有一張功能牌嘅咩？係啊，話可以換人哋啲牌啊嘛。咁點解唔用咧？我好似冇乜需要嘅。竟然啊，唔係喎，可以換走個坦路聖士。嗱，我俾3秒時間你最後決定。3，好啊，我用啊。而家我使用情緒價值，我使用技能卡還刀奪愛。我要用坦路聖士去換搶咗我㗎，你奪佢呢個啦。換奪邊個？即刻去睇下先。你要佢搶還刀奪愛成功啊！係咁田中咧成功用呢一個功能卡還刀奪愛咧，將佢嘅坦路聖士咧同 Timmy 交換咗佢嘅情緒價值嘅，咁啊佢個坦路聖士由呢一個100蚊變咗1450啊！即刻係啊，呢個價值真係非常之膨脹啊！呢件事。咁田中最後還刀奪愛，會唔會為佢贏得戀愛拍賣會嘅冠軍呢？我哋即刻睇下佢哋嘅分數啦。田中自選嘅命定特質係高情商、社交自由、支持追夢，而當中佢係成功投得社交自由同埋支持追夢。另外佢亦都投得情緒價值。田中最後嘅得分係700分。Lori 自選嘅命定特質係高情商、情感忠誠、性事合拍，而當中佢係成功投得情感忠誠，同埋佢亦都投得供應靚仔、製造浪漫、有上進心。Lori 最後得分係600分。James 自選嘅命定特質係願意嘗試、情緒價值、支持追夢，但係可惜佢一個都唔中。佢係投到性事合拍、身材健碩、私人空間。James 最後得分係300分。Timmy 自選嘅命定特質係溫柔體貼、情緒價值、高情商，但係可惜佢一個都唔中，而係投到高學歷、袒露性史、十分有錢。Timmy 最後嘅得分係300分。新李自選嘅命定特質係高情商、情緒價值、有上進心，但係都係一樣都唔中，而佢投得嘅係拿手廚藝、溫柔體貼。新李最後嘅得分係200分。好，咁咧我哋今日拍賣會嚟呢度咧，分數咧就已經出晒啦。我哋嘅冠軍咧亦都呼之欲出啦，係700分嘅田中。
好啊，咁咧我哋咧係有份神秘嘅獎品嘅，咁我但喺哋俾呢份禮物之前咧，不如你就講下你有啲咩感想啦。我要多謝一路支持我嘅人啦，即係如果冇咗佢哋喺我身邊，我相信我都唔會有呢一日咁樣嘅。咁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呢個拍賣會好有意義啦。咁同埋最後尾我哋嘅結果咧，都其實同我哋嘅愛情咧係我覺得係好有共通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想要啲乜嘢嘅特質咧，其實去到最後尾都未必一定可以得到㗎。係啊，但係自己唔想要嘅特質咧，可能嚟到嘅時候，可能最後尾係適合㗎。覺得非常好。好啦，我哋有請禮品先生咧，將一個咁重要、咁豐富禮物咧，就為你咧去送上嘅，係啦。好，請你打開睇下先，係咪好啱你咧？好，咁咧，我哋而家有請田中出嚟進行呢個加冕儀式。係，佢要表彰，佢要表彰你嘅禮品先生出嚟嘅。繞場一收應該要。好，咁我哋有請我哋禮品先生咧，幫佢即係加冕一下。咁咧，田中就成為咗我哋第一屆嘅戀愛拍賣會嘅冠軍。恭喜田中！嚟緊嘅呢一年，我就會繼續肩負起呢個拍賣會王者嘅使命，繼續守護呢個戀愛嘅價值。希望各位喺愛情路上都會開心如意啦！拜拜。